跳摆以前，有一只客家后3年，他用这10000年的时间，一千个传说中的故事。他爬过最高的山，舔过最深的大海。这故事原来在他的心中，突然之间，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歌，传到野味，在远方的故乡。响起，同爱讲爱的客家人，远方的故乡，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歌，传到野味。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讲爱从爱未来，远方的故乡。天风，香香的走到那个面上，用到爱身旁，也是个色彩动情，看得那个树，一寸暖流涌上爱的心头，一下到那边。当上，敢喊记得爱的笑容，敢喊记得爱的名字，敢喊记得几早可把顺的安不透，敢喊记得爱的笑容。爱的名字，敢喊记得，几早可把顺的安不透。冬去春来又一年，人生有几早春天，相信爱没这一点，又相信几早。现在是没事，就到处在找爱心伞，是不是啊？不会吧，你就是够了哦。我现在不管到哪里，都会去找伞。
上次上网问人，看有没有人知道爱心纸伞的事情。哎呦，不要再跟我讲闪的事了啦！哎，君倩啊，我告诉你哦，顺伟他有打过电话给我，他要我劝劝你，不要整天脑子里想的都是伞的事。君倩，我真是搞不懂你哎，顺伟他到底说哪里不好啊？他为了你还凹他爸，办成一个基金会，多好！要是我一开始就知道基金会是因为我而成立的，我肯定不会接。娜娜，你很清楚我的个性，起码人家在你身上砸了钱，也用了心啊。你看看你，为了一把伞跟他吵成这样子，不是很无聊吗？小姐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做梦，问题是你要合乎时宜呀。你呀，是一个即将要嫁入豪门的人了，面对现实吧。我不在乎豪门，我也不在乎基金会是谁的。你现在啊，只想知道那把伞是谁做的，对不对？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哎，你这个没有1分钟1秒钟不想那把伞，是不是啊？我找你来是来帮我，不是来骂我。哎，你以为有几个人可以坐在这里让我念的啊？哈？不过你得答应我，等找到那个人之后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嗯？我尽量啦。不行，尽量是一定。OK？阿翠啊，啊，咩事啊？同神醫阿咪約好去看做嘅啦。啊，我本来想去民宿嗰边听书公演讲，之后查出去甲伊问不过来。快些啦爸，今日冇都同天數嘅。冇要紧啊。听下同阿面问我嚟啊。好啊，阿翠女啊。叫起来啊！你看做嘅啊？你今朝乜干啊？我人个老到吼，叫心情无就出去啦。唔好呀，我看伊最近正常啊，半夜都冇走出去啊。吼，已经答案不算咱苦苦滚，煮会用的啦，你就点乜个咯？挨煮嘅啊？你挨切下来，我稍微唔知，冇同讲嘅啦。我你问我讲做主公。不是啦，捌同讲啦。哎呦，你有乜嘅事情啊？海上啊吼，你既然也太平心情较好诶，中秋啊，来年吼，天数同伊看你什么呀？我汤唔错嘛，你天然人生也来啊咩？我同讲啊，你假是想我半夜来继续个留到亚大位啊？唔千好冇个头脑，一日到晚想个以为梦诶，你冇？现在在讲你否认态度买了，骗你不是？我说哪里？买葱条，嘿，我买葱条。哎呦，怎么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你说的那个民宿啦？在哪里？可是地图上明明是这样写的啊。哎呀，我下次去问问看好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请问一下，你知道上面这家民宿在哪里吗？你是在文物馆教你做纸伞那个人？哎，你认识他哦？他是在文物馆教你做纸伞的。哦，哎，蛮帅的，不过做伞好像有点太可惜哦。你想太多了啦，上车啦。你猜呀？
闺房啊，吃饭了哦。这苹果嘞？你看做诶。闺房啊，像这片好好的呀。我同佢有冇样啊？哎呦，无啊，我是看人两三吼，俺叫无妈讲法，你演家哦。唔听讲咱大做嘛喏。闺房啊，唔前了时间哦，去寻新去，同俺的那个民宿啊做一个名赞。怎么以前我去，现在苹果同伊讲好个啊？哎呦，你迄个便宜啦！你同学人说讲咩下嘅？哎呦，用眼过安尼都是件奶滴喏，我伊讲较清楚啦。输的头，身体嘛会顾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从来未来。姐，我们已经找一整天了嘞，你还不死心哦？天哪，名单上好几家，我还想再去问问看。来，你要干什么？小姐，请问你是美容人吗？请问一下哦，你知道这里有谁会做这种伞吗？你是不是认得这把伞？我不认得啊，我们这里没有人做这种伞哦。你们去哪里买的？哦，是我朋友他在爱心伞桶里捡到的啦。爱心伞桶，你们不是买的哦？对，你看吧，连当地人都不知道了。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我们回去了啦。我们会好好唱嘛。哦哟，好啦。不过晚上要是再找到的话，我们就回去哦。谢谢你，妈妈。好来啦！那个公哥，我这今日选无。哪有我在摔么？七家又今日啦，三不四做落来呀。哪啲啊？平常拖的容易啊？你迄妹真的请阿米看做诶？也迄你想要心痛不用查诶。有人拿牙自查轻松无来。知道这把纸伞会是哪位师傅做的吗？也查会拿这个唔知无？其实我无可能请保不卡了。唔知卖以前。我在文物馆的时间有看过一摆。那个事情哦，莫难度好无？我见到的所有啦，马上做事啦。唔好故意让我讲批事情哦，我也在同公司查事哦。贵妇，我已经巧的啦。老多，那你不用查诶，佢分去看到，做喺古老人身边系冇？为什么我的想过？咁唔拢记，包到自查上面，行到来不用讲来，叫嘛意思？几家人呢？家人呢？咁讲对啊，行业放弃，都台湾人诶，真会不光係過去，如果你还會得憂鬱症點啊？唉，唔講係一喊的，敢有可能得憂鬱症？好嘅啦，我已經在想過。
算比唔算几分钱？怎么多年无做地图，永远走有记，无奈，总系唔愿意爱记，我做唔到爱爱。老公，原来阮贵芬家都咪过去，草山鸡同白皮，佮咱勇士贵芳要爱到白皮咯。无论俺人家家，就会冇办法好过那一关情关。老公，俺人家家做你的伞，求俺人家家一切平安顺心。永年哥，我前面啊，霍顺公唔做呢一片啊，因为求伯公保佑秘书身体健康，起冇？平安就好啦。永年哥，你请问有事哎？含到为到阿姨嘅事情，新喜，样个喏？佢小飞啊，要同阿姨啊看西摩的啦。阿样改好啊？哪有嘛介好呢？2人啊，当然为了了个问题严格啦。佢阿姨啊，唔知去多年啊，莫几多甲衰梦啊。妹妹啊，佢当然哦，因2人无缘分啊。不过俩我在想，佢闺房哦，同阿姨。样个啊，有撇个西同个二线的冇？二线的冇啦，不过我同永年哥嘛系自由恋爱的啦。哎呀，冇嘛甲你从去勉强闺房啊。再讲吼，你下期寒冬天几分啊？用他得平就去美国加盘准郎，你下事情就忙有过去。你下讲了，可能冇嘛适合啦。各位大嫂啊，佢阿姨哦，嗰種閨房，唔講也好，阿姨真件哦，唔係貴到不卡咯。唉，其實啦，唔要傾情義啦，唔好固執。每天，你用眼數同佢看啲什麼也改好啊。冇非啦，我冇批你意思啦。啊，你下後生人嘅想法同人冇同樣啊。冇講我嗬，因為呢件事情撞到大家下巴見面，心唔發覺。我特別哦，看到閨房，就會想到你後生嘅時間同樣，各有想法。唉，假使用言哦，也限在。基本嘅哦，就唔是為到生意嘅事情哦，按少哦。阿姨，我咧做負責。对啊，我哋一情況哦，伊講，我做雜送盤嘅電一版啊，實咧。廣東要同做負責，阿姨實在很歡喜哦，就一直冇脾氣哦，同伊講。我覺得將來呢度做工作嘅啊。
还没讲唔出发的。有无讲唔错啦，就迄哦，我想到细细时节啦，俺爸坚持留到永福县，同讲过相同的话。做杂的啊，就从方言培养，有一只心头，佢包嘅啊吼啊。 嫁哦就嫁唔脱咯，唔许爱用啦，爷爸要许爱用，年年用颜色哦，要许爱用。唉，就许俩一把自在，同他家命运哦，全部塌向下。 特别，迄永福县哦，开徛唔啦，先迄几份，你还有迄几房，嘛无办法好分几房哦，去控制家嘅感情。无咧你啊，做咧控制自家感情。 阿姨总会希望做一同上海讲到清代呀。掠下几份已经离开我，我无想要搁失去伊恋爱的。不过，我要总得要求去爱闺房。 你也就会爱亲人做的地方。假使讲爱情哦，做啲案件，但都来转弯，安尼实在吼，我无可贵的啊。阿姨，我相信哦，应该比我搁了解清楚啊。是啦，尤其哦。 唔爱俩三年，很动辛苦得来的。阿姨，迄用元素果实很久的，敢还用爱记？快些啦，还问得多的。 相信爱啦，闺房离开唔几种痛啊，爱做会得了解，因为啊，爱人离开几种痛，爱嘛痛过啦。老实同讲。 我还是爱记，那一份爱啊，永远唔会变。就算我死到1500年，我嘛会带着那一份爱，去到南海的世界。我就会了解那种感受，我当有去。 那种感受，就是从安尼两种人，咱们了解。敢唔会艰苦啊？你上过表态无？假使个演野花，你做对有其他机会，你嘅生命哦，做得过得无穷样啊！唔爱问爱的，相同的，唔只间没有答案的系。 刚讲认为时间证明做得解决一切。俺们唔知啊，
其实，你是真经当我一3年，你就没办法过去中医配音。这也是我亲手的地方啦。看到我重新开始做事，我真经当欢喜。不过，人生唔但将就会做事听听，咩需要伊来盼啊。啊，不过唔免分享要安尼讲赢一生。系啦，其实俺没要演啦。看到爷爸爷妹感情安好，俺妈当新鲜。我将我爸爸妈妈很幸福，那真嘅冇简单啊！小弟啊，你做下课就送啊。来，洋洋吃披萨。对。吃茶。再坐会。永年哥，我妈当想我同乡下邻居比茶。啊，喝水。来洗水果啊。要吃奶，你看有素了没？按路还会洗奶哦，好啦好啦，恁姑娘了啊。有甜无？我加一点无？哎，德平啊，爷爸无事啊，做啥做嘛啊？哎，错啊，德平，爷爸有高兴嘛做啥？还有上啊好啊，韩国阿爸哦，公司也蛮多啦。不过，家己要做的呢。这件也假的啊？哎，暗暝半夜看阮爸做自查的，还要做。哎对啊，一点兴趣都无啊。怎无讲啊？俺爸介绍一家做，佢专门请个师傅做啊。哎，错的，俺爸专门条本晓卡天蛋的。我洗衫啦。哎呀，放心啦，我听说我连个李苗儿啊都唔知呢。我迄礼拜啊，都路当看到爷爸同俺爸条个讲法，我也冇伫个呢。哎，还有啊，最惨的啊，迄俺妈啦，你谈到俺不他命哦，看到鬼拢哎。哎呦，这太远的事情莫管咱多啦。是你啊！真的俺妈啦。夜远方的故乡又响起。从来未落。是你啊！是你啊！是我啊！是你。有人说啊，要有喊乱眼，你不看哦。是帮忙啊哈。这个疯了，你唔吹人，你看不当我本慢演呢。我从来冇讲啊，
说，那两个生意咧叫我做功课，我加留心意还就是办的啦。看人跪起哦，6万小顶，接下来跪起啊！福顺啊，我看伊副卡时，紧来紧种去警察局的。唉，以前哦，来寻老公啦，以后就寻来的。无事情发生公用机咁做唔得。你有咁讲诶？这边，你功课写吧。好，写了。我等叔叔啊哈。好。这边啊，听我下课转头的时间啦，做检查看看。好。哈。妈，那你等于我下次用做唔得咯，你按老做买啦。你迄度用福兴啊，就会唔该唔错。爸没从一起做准说啊。唔该把多钱，没可以用来多钱，你系冇？好啊，你去啊，迄度你都不卡，你同阿爸共用，迄度用福兴好啊。我嘛卡就冇哎，反正哦，我嘛卡就冇啊，你用自呀，啊用就用诶，我嘛卡就冇哎，做得冇？哎妈，你做嘛呀？妈。你道小飞啊，你色彩哦，可以奇怪呢。佢细年来叫他做重要，因为嘛较上悬咯。看到也真系真诶，佮做迄个作业都欠到安尼，佮假使佢喺讲来同用研究天数做个杂个吧，佮今欠到判刑。唔讲嘛该啊？唔讲也下做个杂，迄用研究本来挺难哦。没啦，迄用研究吼，佢讲啊，也对盐田长咧菜树啊，饭店多诶，有上街巡演，伊靠嗰个所以佢懂无限，向来伫天数啦，天数天啊。天数，唔算人咧叫天数，佢开始做推广咯，我要全点咯哈。哎呀，欢迎感应，冇人多做嘛咯。哎，除非你同我讲清楚哦，我不准出去。你明明头家有出到，头家有做喺讲，係真唔敢講啊！好啦，你算來吼，睇數用嘢我做結叫呢。難記得個信心自我心。哇，該啊！你都幾種事是睇數幾多件啊？你咩仲係講喺人看片是潛來嘅？冇啦，就是年前都用研果，用研果真係潛來啊！哎呀！竟有一餐冇同我講咯。跟當一頓頭家用叫我愛同講啊，不行啊，只叫一頓頭家用講咗話啊。哎，反正較細膩啲嘅啦。還有啊，假嘅用元素落去事情，絕對冇同頭家用啲哦。因為啊，頭家用要做田，要可以嗰用擺放客戶，冬天唔掂哦。人係因為唔掂哦，我買嘢借。我水冇人喺邊嚟？係你看下我老大咁做。特別等下啦。哦，哎，特別啦，今日條網絡上啊，你號碼你講啊？都唔得啦，我今日開去啦。哎，談講頭邊人媽要當下不過嚟簽面嘅哦。錯啊，你冇看到很大聲啊！錯啊，佢左邊一門唔地呢啊？同阿媽去高雄啊？去高雄？去高雄做乜啊？拜訪客戶。梗係爸有希望。客戶按度要咩唔巴嘅？錯啊，特別啊，今日要按做鬼啊！阿爸講我講係做雜嘅啦。邊件？有咩啊？你要按做鬼，梗係做乜嘅啊？你做係媽鬼拉啊！哎呀，我真唔想按做鬼咩？哇，這蘋果厲害，100隻包耶！
哎，这距离要做好了哟，打开来啊。哦，快啲啦。你是今晚做水果啊？谁说啦？俺一条本头吃寿司。唔可以休息啊。爸，还想我先落去早做备好啦。好，哎，看认真了哈。嗯。孙哥，初班部哦，我看到同佢搞得平做仔，按勇敢好。下摆今年，妈冇可能会考虑红色番呐。让俺弟啊，这比赛。但是改学的没有学啊，我真的冇希望讲，安尼永福建筑的安尼也退出团体啦，错冇？叫，这太平哦，疏透了暗吼，比做仔强大爽的啦。哎呀，这父孙啊，是同佢所有希望都变我得变的神方啊！阿哥讲啊吼，这父孙们想要同佢的属意全部传下去啊！哎呦，你唔是笑啦，我相信来得平啊，唔好讲讲到啊，下一摆哦，最抢做仔哦，来休假啦。永年哥，来看下，曙光好啊。有差异失败，不过吼，做到咩改好啊？啊，哎，得平做的呢？乜个？得平做嘅哦。哦，得平啊，你数年改好呢？来看哦，改餐的哦，一天超过廿把啦。假使阿弟哦，又得平嘅一般就好咧。这成绩也无够。哎，上会搞啊！不过这世贵哦，连错都错唔起啦，哪样个散啊？唉，假使没小费一次反对啊，我俺一天我见哦，就同意好做自责的。这个搞就好的啊！啊，再个讲呀，唔免嘛个动重要的事情啊。哎，错了，那咱咪来请来乜个事情？哦嘿哦。我啥唔记得啦，啊，拄好有人哦要对家自责呀，我就问你哦，可能发吐我。对家，哎呀，就利用俺不得时间咧做呢，俺意思就俺可以盐田呢。我弟呀，我最近哦，家己嘅生意哦，要切无限啦。我时常耳记吼，用去自责吼，来做客堂嘅总phòng，嘿。佢大家嘅反應咪改好啊！用眼講，你是喊我做生意呢？哪有喏？自家不開生意啊！我使講啊，佢有錢村哦，忙你咪嫌多啦。哎呀，錯啦！俩有同事啊，上到改革啊，哎，佢本錢嚴事哦，就穿幾來咧。好來啦，莫講嘅啊，嗬，眼料啊，還處理幫講嘅事情啊，自責就萬事拜託咯。哎呀，放心啦，冇問題啦。要先行哈。收行啦。錯啦，這邊啊，你要加油哦，但相信以後啊，你已經同阿爸強用，係一個好嘅師傅。孫郎呢？行好。爸，你阿爸用嚴肅哦，同佢做茶天蛋糕飯咧，阿送咪喺啲嘢揾藥冇？佢就冇必啲啊，所以冇。哎，爸，
下摆我做的杂的吼，拢来强下做好无？ 清楚，有人来听房间，下礼拜6来哦。真的哦，嘿，今日叫你准备哦。叫啊，研究没了下就会来，案件总慢咯。嘿哦吼，刚才先去哦。用啊，来看啊吼，我先去检查一下好，不管用的啦，也好，迄眼呢体检银行了。我做乜嘅律師咧？做生意銀行冇想到遐鬼房哦，當初都迄最反對作業民宿的，不過吼，迄有人學落的時節，最痛的電腦迄記啊。 你感覺無強壯啊，走加上啊，淺薄啊，佢同學阿姨都發脾氣啊，佢阿媽安尼，錯啊，閨房係哪傾喎？佢就要等於一個相親書啊。其實啊，特別，佢閨房哦家人呢，閨房哦要按愛你，你又唔肯接手佢啊？ 甲唔媽同前面嘅什麼條件咩唔可以查，佢做乜唔肯接書咯？係唔好講呢一件事情嚟啦。最近哦，為到殺我媽，啊都說到我工作室裡邊，根本都唔敢歸去嘅。家己嚇人就知哦，做媽同閨房嘅感情哦，冇可能變做男女之情嘅吼。唉。 看看，你公司哦，咩都暗乱，你东西哦，哪咩熟熟的，你用白水嘛？媽，你先回去啦，還有事情要做啦。唔愛來回去，好啊，你通來叫我回去啊。大伯，給你看新聞，你就講哦，你要按摩下，我就講愛行動，唔愛用錯，那親人對冇人交代你啲嘛。 我看新聞係你，有名啊？你講嘛解嘛？阿姨，你講唔有事情，就要為咗等你。媽，你先回去啦。冇，我打電話同爸講哦，係過啦。 心怡，你先冇係啦，係辛苦咗。等下啦，貴婆。媽，我拜託你啦，我答應你哦，係冇限數哦，又唔是故意啊，係你做得冇？好啦，有睬你啦，反正吼，咱兩隻也沒強nhau。愛同心怡一切冇關係，伊係咩話嘢哦？你知啊？ 可能係唔好嘅。你過來，爸爸很催我，男人總唔會俾你欺負嘅。